天賦從容，景不同。中澳春城為灣區設計一種生活。一個灣區擎領一個時代，粵港澳大灣區國家級發展戰略支持，未來將發展為國際灣區及世界級城市群。屬於大灣區嘅時代已然到嚟。珠海北譜寫未來篇章。中山作為灣區幾何中心城市，係珠江東西兩岸融合嘅支撐點，同時承擔溝通廣州、珠海經濟特區嘅橋樑。珠海作為大陸唯一一座與港澳路橋相連嘅城市，係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同大灣區重要門戶。珠海北地處珠中經濟圈重要節點位置，未來將充分發揮喺中山深化粵港澳合作嘅橋頭堡作用，全面對接粵港澳大灣區。循時勢而為，喺珠澳北呢片發展熱土之上，中澳集團以獨到眼光與前瞻視野，傾情打造百萬方高層著作《中澳春城》。項目擇址珠中經濟圈重點發展區為珠海北，一橋之隔，與珠海南屏為鄰，盡享便捷生活。5分鐘內到達華發商都，15分鐘到達富華里、拱北口岸、澳門、珠海十字門中央商務區，20分鐘到達橫琴自貿區、珠海歌劇日月貝情侶路海邊沙灘、珠海嘉林山觀，25分鐘到達珠海長隆海洋王國，1/2珠海價，享受與珠海同等配套，開啟宜居休閒嘅生活圖騰。項目為小高層、高層住宅融合社區，以新中式建築設計風格打造高端品質化社區環境，園林景觀作為自然縮影，更係居享舒適生活不可或缺嘅部分。中澳春城承襲東南亞風情造園理念，名貴植被覆蓋，花團錦簇，立體景觀，移步意境，每一幀都係大自然嘅恩賜。景觀會客廳、老人運動場等全齡多功能空間嘅打造，滿足居者對品質生活嘅 M 種想像。兒童親子樂園、親子歡樂廣場、愛麗絲兒童樂園，屬於孩子成長嘅歡樂天地。健身房、書吧、咖啡吧等主題會所，讓身心得以放鬆嘅空間，形製公園式低密健康生活家，豐盛配套，啟幕寫意生活，細節之美，人本關照。項目規劃多重人性化品質配套，營造成長型人居社區。規劃有約1300平米游泳池，悅享安心暢遊。珠海北商都旁百萬花園城，一橋通珠海，一步至春城，致獻城市精英嘅舒適人居。